来看大学指考分科测验，今仔明仔载2天考试哦。今仔头一日是考物理、化学、数学甲，还有生物4科。大考中心统计，今年是有42000个考生报名，比去年增加13000外个考生。嘛，因为疫情解封哦，来备考的家长阁袂少。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特别语替考生加油。大学分科测验12开始，疫情较好了后，家长服务队和高中的加油队总算会当去考场外口来服务。备考的家长人数是真多。是想说试试看会不会更好这样子。进去看个书啊，然后就可以考了。 应该资工系吧，竞争还蛮大的，所以小朋友有压力，我们家长也会有压力。这样，真侪家长反映讲，看到去年的分科测验，有考生是加分关注，考到比预期更较好的校系。大考中心统计，差不多有42000个考生报考，是比去年大增加13000外个人。最后分科测验的分发的情况比较起来，它的录取的志愿进步的幅度大很多。 好，所以去年的这个现象会影响今年的考生。师大考场这边总共有40间考场，另外有4间的备用试场，有1444个人在第一天的报名。亲像82区的考生是全部拢集中伫个台湾师大来应考，就开40间教室，因为报考的人数加真济，大考中心查杂职工各市场的分布，有家长团体是真有意见。家长来服务我们这个帮学生发便当，所以只给我们1天的作业时间，真的是太赶了。物理科啊。 应考人士啊，应到的人士应该是23057人，结果实到应考的是有21778人。大考中心强调，第一节物理考的欠考率是比去年减真济，早起物理和化学考了后，下晡是考数学甲和生物。搁一摆提醒考生爱查身份证，也是有相片的健保卡才证件来应考。若确认答题过了后，爱会记得签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